女團神鞋 ，Twice 成員全踩 VIVAIA 秋冬新品，舞台造型超級精。韓國人氣女團 Twice 今年迎來出道10週年，除了音樂作品與舞台表演獲得粉絲熱烈支持，成員之間的默契穿搭也成為外界關注焦點。近日，子瑜、那蓮、Mina 等多位成員在舞台與粉絲活動上，不約而同選擇了美國鞋履品牌 VIVAIA 的秋冬新品，引起粉絲熱烈討論。巧合的是 ，Blackpink 成員 Jennie 也是該品牌的愛牌 ，VIVAIA 似乎已經成為韓國女團的必備鞋款。Twice 第6次世界巡演 This Is For 正如火如荼進行中，舞台造型成為粉絲目光焦點。子瑜這次踩上今年秋冬人氣款 Rita 靴，鞋款最大亮點在於可拆式靴套設計，能隨意切換短靴與長靴造型。子瑜搭配性感洞洞裝，以長靴款式亮相舞台，完美展現身高優勢與舞台氣場，粉絲驚呼子瑜腿真的太長了。那蓮與 Mina 則選擇 VIVAIA 高人氣的 Edward 針織長靴，柔軟羊毛針織面料兼具保暖與透氣效果。可調整的彈性襪靴設計修飾腿型，再搭配 V Pro Walk Sole 商標符號科技鞋墊，能有效減緩長時間舞台唱跳對足部的壓力。兩人在舞台上的短裙造型搭配針織長靴嘅舒適又突顯腿部線條，舞台表演嘅俏皮又時尚，展現出女團專業舞台魅力。不僅舞台造型吸睛，成員在粉絲簽名會上也展現了個人穿搭品味。那蓮選擇 VIVAIA 全球熱賣款 Regina Pro 短靴，搭配同色系服裝打造活潑風格，防潑水面料與方粗筋設計兼顧舒適與時尚感。Senna 則穿着秋冬新款 Miley 馬利真鞋，方頭設計與多種綁帶設計讓造型可隨意切換，機洗材質與緩震鞋墊也方便日常穿搭。觀察 Twice 與 Blackpink 成員的穿搭，不難發現女團成員對 VIVAIA 鞋款的偏愛，不僅在舞台上增添造型亮點，也為日常私服增添時尚感。粉絲紛紛表示，女團成員的穿搭示範有助於了解最新潮流，甚至引發想要同款的購物熱潮。Twice 此次巡演與粉絲活動，不僅展示音樂與舞蹈實力，也讓成員的時尚默契再次引發討論。從舞台表演到日常活動 ，VIVAIA 鞋款成為女團不可或缺的造型利器。不論是長靴、短靴或馬利真鞋，都展現了成員的個人風格與專業舞台表現力。隨着秋冬季到來，VIVAIA 鞋款的多功能設計、舒適度與時尚感，正逐漸成為韓國女團穿搭標配，也吸引更多粉絲與消費者的關注。Twice 成員在舞台與私服上的巧妙穿搭，不僅展現團體默契，也再次證明了偶像對時尚潮流的影響力。